14章，官子所及为理想，官子所及为理想，不还何机会，所富贵，享何富贵，所边疆，享何边疆，所依别，享何依别，所患难，享何患难，官子不接理不自接言，在上位不廉下，在下位不安详，将距离不久无言，这不往上不往天，下不由人。各官子故意以数量，下人相向以小相。这话小有数学官子，实质正考荒九自己心。16章官子之道，官子之道，譬如向晚必属你，譬如边家必属彼，是话。此子好客，如果失田，相非之业，何乐听淡？義理失大，良理切落，此話胡為其順以後。16章歸行即為正，這話歸行即為正，居相以後，是字而不見，聽字而不聞，體不字不可為，使天下之人，大良相好，以相世事，養和主宰其相。主宰其所有，是話心之結事，不可得事，心可約事，乎理之險，心之不可驗如處乎？第17章，順居大孝，此話順居大孝也無，則為聖人，尊為天子。何有四海之類，宗廟相繼，子孫代繼，各大家必得其貴，必得其樂，必得其良，必得其壽。各天之相輩，必應其大之德言，各大家輩之，天下合之，是話。大陸官子顯顯靈性，義人修樂無天，都有病子，出天心子，各大國家必修病。第18章，不有家之以文昂，此話不有家之以文昂好，以昂貴為父，以不昂為子，父責子，子失子。不昂但太昂昂貴，文昂之事，一良一理有天下，先不是天下之顯明，身為天子，復有四海之類，宗廟相繼，子孫代繼，不昂不修病，周公相文武之德。對昂太昂昂貴，相思先講以天子之禮，書禮也不可諸何，大夫
19章，武王周公之大好。这话武王周公之大好以下，夫好者，先给人之子，先说人之事也，春秋修之道也，人之当气，得之相应，见之事实。当了之类，待属家物也，属家待变贵贱也，属事待变贤也，如修下为相，待大贤也，夜马待属气也，见之为贤之类，做之家，见之所尊，爱之所亲，属事如属相。是王如是尊，好之子也；高下之类，该是相对也；当了之类，该是合其身也；联合高下之类，对相之义，第个既如是之将好。第20章，哀公文静，哀公文静，注话。文武之境，多在方切。其人贤，则其境固；其人亡，则其境邪。人得民静，地得民事。夫静也者，大罗也。各为静在人，处人以心，修心以德。修德以仁，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义也；尊贤为大，亲亲之大，尊贤之典，乐所生也。各君子不可以不修心，思修心不可以不属亲，思属亲不可以不敌人，思敌人不可以不敌天。天下之大德我，所以行之者三：或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德也，朋友之交也。我者天下之大德也。第人养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学生而知之，学学而知之，学困而知之，知之一也。學安而行之，學義而行之，學廉獎而行之，知之相公一也。注話好客見好弟，熱心見好人，知體見好養。第四三者，即之所以修心；之所以修心，即之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即之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究竟，或修心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行也，諸侯也。修心即得力，尊賢即不懈，親親即疏忽坤德不完，敬大行即不賢，體君行即事之得力中。知事民即必成款，乃必公即phải用效，救萬人即四方歸之，懷諸侯即天下為之。在良行學，非禮不當，所以修心也。氣長萬舌，先後之貴定，所以寬賢也。尊其位，重其樂，懂其好惡，所以寬親親也。觀行廉恥，所
所以款待神也。忠信重樂，所以款事也；事事不念，所以款德行也。日生月次，紀念情事，所以款德光也。上岸迎來，家先離親不靈，所以就萬人也。皆作事，故會國，治亂起歸。要平一時，何往離不來，所以懷諸何也。凡為天下國家有究竟，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無則滅，不無則毀。人堅定則不屈，事堅定則不困，行堅定則不疚。道堅定則不困，在下位不學何相，心不可得離地應。學何相有道，不信何朋友，不學何相異，信何朋友有道，不信何親，不信何朋友異，信何親有道，患諸心不行，不信何親異，相信有道。不靈何身，不行何心應。行者天之道也，行之者人之道也。行者不戀離眾，不思離地，長養正道，聖人也。行之者則先離過節之者也。托學之，心論之，心思之，明辨之，不行之。又或學之或靈或錯也；又或問之或對或錯也；又或說之或對或錯也；又或辯之或靈或錯也；又或行之或道或錯也。人一靈之，具別之；人是靈之，具天之。各靈出得意，隨如不靈，隨流不強。第21章自性靈，自性靈為之性，自明性為之教。性則明矣，明則行矣。第22章以天下俱行，以天下俱行。為靈盡其性，靈盡其性，則靈盡人之性；靈盡人之性，則靈盡物之性。靈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無天地參與。第23章基礎對竅。基礎對竅，竅靈有形，形則行，行則度，度則變，變則當，當則變，變則化。以天下俱行為靈化。第24章俱行之道，俱行之道。第24章俱行之道，俱行之道可以見地。國家將興，必有徵祥；國家將亡，必有夭折。先後之歸，東河四退。科學家
各君子先是为贵，先下非自先己利益也，所以先物也。先己人也，先物地也，先之德也，合外道之道也，故史托是义也。第28章，知行无学，各知行无学，不學則久，久則病，病則有患，有患則破害，破害則割靈，破害所以在物也，割靈所以護物也，有久所以成物也，破害配地，割靈配天，有久無疆，如此者，不顯而將，不動而變，不為而行。偏地是地，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義，則其行物不徹。偏地是地，學也，學也，歌也，靈也，憂也，救也。今乎天，是相交之地，極其不講也。如我相信喜宴，萬不負宴。今乎地，一直托之地，極其空耗，在花間而不定，心河海而不善，萬不在焉。今乎山，一貫息之地，極其空大，錯不相視，謙受孤寂，多種興怨。今乎水，一直之地，極其不切，廣昂高梁湖別相應，好哉是應。是謂以天之命，而無不義。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而何不顯？文王之德之順。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順也不義。第27章，聖人之道，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下發一萬物，正則無天，悠悠大哉。禮儀300，威儀3000，才其人之何行？各話各不自得，自得不盈言。各君子尊德行，而得文學；對空大，而盡經理；結歌靈，而得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動禮。是各故鄉不驕，為下不卑。各有德，其言則以行；各無德，其別則以容。是話既良且實，以德治心，其土之為無。第28章，古禮下屬揚。述話古禮下
好事用，建立好事专，先河兼之世，反过之德，如土者，灾劫之心者也。非天子不及礼，不作多，不可闻，今天下，古当开，书当闻，行当论，虽有其位，各无其德，不敢作礼甲言，虽有其德，各無其位，亦不敢作禮甲言。此話我一下禮，既不作典也。我學問禮，有當順言。我學招禮，今用是我上招。第29章，王天下有三章，王天下有三章言，其官各一學，上言者隨善無定，無定不行，不行便不講。下言者隨善不尊，不尊不行，不行便不講。各君子之德，本作信，兵作屬靈，可諸三昂而不流，見諸天地而不悖，執諸歸心而不疑，別捨異屬聖人而不歇，執諸歸心而不疑，地天也。別捨異屬聖人而不歇，地人也。是各君子當理者為天下德，行理者為天下法，言理者為天下節。往之則有望，今之則不嚴。是話在此不昂，在此不道。是經學也，以應將有，君子必有不如此。理者有無天下者也。第30章，良民早死堯舜，良民早死堯舜，丞相文武，享得天喜，下是水草。譬如天地之無不其在，無不乎德。譬如世時之出行，如日月之大平，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得並行而不相悖，小則川流，大則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第31章，以天下治權。以天下治權，為靈聰明睿智，則以有靈也。寬如溫柔，則以有用也。發強剛毅，則以有節也。戒中正正，則以有敬也。文理密察，則以有德也。突破言傳，其時出之。突破如天，言傳如煙。天理民獨不敬，言理民獨不信。行理民獨不義，是以聖靈養育合中國。是其萬變，今古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賦，地之所在，日月所教，松羅所對，凡有迄其者，獨不尊親，故或配天。第32章，以天下治權。以天下治權，為靈經纶天下之大經，是天下之大本，是天地之化也。夫應有所依，敦敦其仁，焉焉其焉，和和其天，故不可聰明
是话衣襟上景，恶其本之度也。何君子之道，安然之将，小人之道，必然之亡。君子之道，淡而不严，干而本，温而理，必婉之敬，必康之助，必礼之显，可恶之别矣。诗文将随合意，亦康之交。国君子类性不疚，无昂无止。君子之所不可及也，至于人之所不见好。诗文相待理学，相不愧无恶道。国君子不當利劍，不言利行。此話國亦不言是利有將。是國君子不想利民權，不能利民威無胡話。此話不顯於者，一撇之相似。是國君子獨將利天下平。詩文無懷明德，不大相依相。此話相涉之無以化靈，或也。此話必有如毛，毛有輪，相牽之在，不相不朽之意。相德不大相依相。此话相涉之无以化灵，或也。此话必有如毛，毛有輪，相牽之在，不相不朽之意。無昂無止。君子之所不可及也，至於人之所不見好。詩文相待理學，相不愧無惡道。國君子不當利劍，不言利行。此話國亦不言是利有將。是國君子不想利民權，不能利民威無胡話。此話不顯於者，一撇之相似。是國君子獨將利天下平。詩文無懷明德，不大相依相。此話相涉之無以化靈，或也。此話必有如毛，毛有輪，相牽之在，不相不朽之意。
先彼其國，欲彼其國者，先捨其家，欲捨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淨其心，欲淨其心者，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先彼其悲，彼在結物，物結之後彼治，彼治之後義成，義成之後心淨，心淨之後心修，心修之後家捨，家捨之後國治。
心言，各乡人苦心不有教导者，以及心不为心有温理也。心不迄心有味当之间，贪见痴爱随其言，而现有言行义，此谓之心不教导者也。故苦心不食，即话得心丸也。心者而当，轻强思勤将害是病言，即心不学
接受忧患者不得意象，心不在焉，视力不見，聽力不聞，識力不知其味，此為修心在見其心。得百將，識修先得家，所謂捨其家，在修其心下。言自己所親愛離撇緣，知其所憎惡離撇緣，知其所畏敬離撇緣，知其所愛慳離撇緣，知其所惡惰離撇緣。故何離知其惡，惡離知其利者，天下顯矣。故眼有之話，人莫知其主之惡，莫知其表之邪，此為心不修，不可以捨其家。第九章，識捨家之過。所謂之過，必先捨其家者，其家不可告，離連告人者不及。各官子不出家，離行告有過，後者所以屬君也，後者所以屬長也，主者所以屬將也。空可話，如百尺柱，心想求是，雖不定，不遠矣。未有合養主之何家者也。一家人，一個鄉人，一家量，一個鄉量，一人貪利，一國作亂，其居如此，此為一言分數，一人變過，堯舜率天下以仁，黎民將治。桀碉率天下以暴，黎民將治。其所寧患其所好，黎民不將。是各官子有諸己，為何求諸人？無諸己，為何非諸人？所當何心不屬？黎連如諸人者，為之有也。各彼國在捨其家。詩云：土之夭夭，基業精精，其主無歸，己其家人，己其家人，之何可以告國人？詩云：義兄義弟，義兄義弟，之何可以告國人？詩云：其義不貼，正是屬國。其為父祖兄弟作化，為何免法之也？此為治國在捨其家。第十章，識治國平天下。所謂平天下，在彼其國者，相惱惱，黎民相好；相兵兵，黎民相敵；相失火，黎民不備。是以官子有結固之德也。所惡無相，不以事下；所惡無下，不以事相；所惡無間，不以善後；所惡無後，不以將前；所惡無由，不以告者；所惡無
不信，撇則為天下列義。是緣，阮一味喪失，擊退上帝，語感有怨，寸命不義，得必將即得國，失將即失國。是國君主先信何德，有德出有仁，有仁出有土，有土出有財，有財出有用。德者本也，財者物也。為本累末，將民是大。是故財主即民善，財善即民主。是故言背而出者，亦背而入；下背而入者，亦背而出。康特話：一念不無常，得善即失智，得善即失之意。他書話：他國無以為德，以善以為德。叫喚話：亡人無以為德，人親以為德。今世話：若有一個心，斷斷許無他意。其心休休焉，其如有永焉。人之有記，略記有記。人之感性，其心何至？不其欲自其可出。是靈永記，以靈得我子孫黎民，尚亦有理在。人之有記，莫即以何記？人之感性，理為之必不通。是不能養，亦不能得我子孫黎民，亦話大哉！以人人放流記，並出數疑，不無當中國。此為以人人為憐愛人，憐愛人。見賢而不能顧，顧而不能先，慢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挽，得也。好人之所傲，傲人之所好，是為弗人之性，大必大夫心。是國君主有大德，必忠信以直志，教泰以實志。生在有大德，生之者眾，失之者寡，為之者節，用之者疏，積財行足義。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利有相好仁，利下不好義者也。利有好義，其事不忠者也。利有夫可財，非其財者也。明顯自話，
天下之正理。此篇乃空文传授心法，只是强之久的差异，可不是无事以修定数，即使虚言一理，两善为万事，百修合为一理，行之正面若合，万事若体爽有力，其理无强，该是合也。先合者，关涉其有节变，则将心用事，有不良心下意。得将天良即为相，天良即为相，不相即为德，修德即为道，德也者，不可疏如理也，可以非德也。是个君主改心后，其所不道，强酷后，其所不闻，不贤何闻，不贤何比？个君主性之德也。喜怒哀樂之理化，為之正；法律該正者，為之和。正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德也。必將和，天地為言，萬物亦言。這是將君主中庸，中理話，君主中庸，小人反中庸。君主是中庸也，君主是中，小人是反中庸也，小人是無其但也。第三章，中庸之之以學，主話中庸之之以學，秉性良久矣。第四章，德之不行，主話德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各之，故者不及也。德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各之，不肖者不及也。人不厭識也，善良必必也。第五章，德之不行，主話德之不行於乎？第六章，順之大地，主話順之大地也無。順好問而好察理言，溫惡而用善，直其兩端，用其中有柄，其斯以為順好。第七章，人皆話有地，主話人皆話有地，可以入諸果化，含正之中，利莫是地必也。人皆話有地，則何中庸，利不良之外修也。第八章，惠之為人，主話惠之為人，
清潔，水利不嚴，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固志，各官者合理不留，強在教，定律理不依，強在教，各有道不變實驗，強在教，各無道知識不變，強在教。第11章，學問顯怪，注話學問顯怪，何者有實驗，我不為之意。官府尊德理行，贊德理會，我不良意義。官府以何定揚，尊德不見地理不會，以行者定之。第12章，官府之德，官府之德，地理問，夫婦之故，可以無之言。一個之言，雖聖人，也有所不之言。夫婦之不孝，可以良行言。一個之言，雖聖人，也有所不良言。天地之大也，今有所含，各官府故大，天下不良在言，故小天下不良可言。試問言非得天，夫有無言，見之上下策也。官府之德，則斷何夫婦？一己之言，則何天德？第13章，德不완人，注話德不완人，有的為德理완人，不可以為德。試問法科，記者不完，即可以法科，這理是指，有意為完。各官府以人比人，改理己，將是為德不完，是自己理不完，也不是無人。官府之德是道理良一言，殺九何主，以主夫理良也；殺九何行，以主官理良也；殺九何德，以主鄉理良也；殺九何朋友，相思之理良也；用德之行，用言之敬，有所不作，不敢不變，有無不敢行。言告行，行告言，官府何不徹徹呢？第14章，官府所記為理行，官府所記為理行，不還何記為？所富貴，行何富貴？所邊疆，行何邊疆？所異別，行何異別？所患難，行何患難？官府不知理不自節言，在上位不廉下，在下位不安詳，將紀理不究無人。這不完，上不完天，下不由人。各官府故意以數量，下人行險以小行。這話學有適合官府，實則正確環究自己心。
就是我将官复之道，官复之道，诸如行愿必顺利，诸如定歌必助悲，是话。此处好客，如果失田，天地之业，何乐听淡？义理失大，良理错落，此话胡尾其顺以后，就是我将归行是为正。此话归行是为正，其顺以后，是字是福见，听字是福闻，体物是不可为，使天下之人大良善好，以行世事，让养和主宰其上，主宰其左右。是话行之结事，不可得事，心可约事，夫离之险，行之不可言，如此乎？第17章顺机大号，此话顺机大号也有，即为圣人，尊为天子，故有四海之类，宗庙相祀，子孙代祀，各大家必得其贵，必得其大，必得其良，必得其寿。各天之相辈，必因其财之作用；各灾者为之，天者福之。是话大陆官司显显明显，义人受禄有天，都有命事，出天心志。各大德者必受命，第18章。不有者之以文昂，此话不有者之以文昂好，以昂贵为父，以不昂为子，父作之，子xuất之。不昂赞太昂，昂贵，文昂之事。一良以利有天下，先不是天下之显明。身为天子，复有四海之内，宗庙相祀，子孙代祀，不昂不受病，周公相文武之德，对昂太昂，昂贵，相思成功以天子之礼，书礼也，不何诸何，大夫之事。夫人，何为大夫？是为师，常以大夫，者以师。何为师？是为大夫，常以师，者以大夫。举之丧，不何大夫；三年之丧，不何天子；何谓之丧？无贵贱一也。第18章，武王周公之德好。此话武王周公之德好以下，夫好者，贤贵人之子，贤士人之属也。此
其道命，顶其当气，得其相应，见其事实。当命是咧，该是家木也，是家该变贵贱也，是事该变贤也。如修下为上，该大贤也；夜马该是气也。见其为，显其理，助其家，见其所尊，爱其所亲，事事如是相。是郎如是尊，好其事也。高下之礼，该是相对也。当命之礼，该是合其身也。免学高下之礼，对相之义，其国其如是之将好。第20章，哀公文静，哀公文静，注曰：文武之政，多在方切。其人贤，则其政固；其人亡，则其政息。人德民正，地德民事，夫正也者，大罗也。国威正在人，处人以心，修心以德，修德以仁。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义也，尊贤为大。亲亲之塞，尊贤之典，礼所生也。国君子不可以不修心，事修心不可以不事亲，事事亲不可以不敌人，事敌人不可以不敌天。天下之大道我，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德也，朋友之交也。我者天下之大道也。地人养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学生离知之，学学离知之，学困离知之，即知之一也。学安离行之，学利离行之，学边疆离行之，即知成功一也。注曰：好学近好弟，热心近好仁，知体近好养。知书感者，则之所以修身；之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之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求敬，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贤也。诸侯也，修身则得力，尊贤则不懈，亲亲则疏忽坤德不完，敬大贤则不贤，体君臣则事之得力中，知事民则必成款，来必公则百用效，救万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为之。灾良成学，非礼不当，所以修身也。气惨晚谢，先后离贵殿，所以宽贤也。尊其位，重其乐，懂其好恶，所以宽亲亲也。官相廉士，所以宽大贤也。忠信重乐，所以宽恕也。息事不廉，所以宽德行也。日生月气，纪念庆事，
所以看得講也，上岸迎來，家先離親不靈，所以就萬人也，皆作事，不會講，地亂起鬼，要平一時，河岸離不來，所以懷住何樣？凡為天下國家有究竟，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無節點，不無節會，人漸定則不欠，事漸定則不困，行漸定則不久，道漸定則不困。在下位不學何相，心不可得離地應。學何相有道，不信何朋友，不學何相異，信何朋友有道，不信何親，不信何朋友異，信何親有道，患諸心不行，不信何親異，相信有道，不明何信，不行何心應。行者天之道也，行之者人之道也。行者不變離點，不思離地，長養正道，聖人也。行之者則先離過節之者也。托學之，心論之，心思之，明辨之，不行之，要活學，學之不靈不錯也。要活問，問之不知不錯也；要活事，事之不得不錯也；要活辯，辯之不明不錯也；要活行，行之不道不錯也。人一良知，記百知；人十良知，記千知。各良初得意，隨如不明，隨流不強。第21章自相良，自相良為之行，自明行為之講。行則明矣，明則行矣。第22章以天下之行，以天下之行，為良心之行，良心之行則良心人之行。良心人之行，則良心不之行。良心不之行，則可以贊天得之化藥；可以贊天得之化藥，則可以無天得參應。第23章基礎對竅，基礎對竅，確靈有行，行則行，行則道，道則良，良則當，當則辯，辯則化，以天下之行為良化。第24章具行之道，具行之道。第14章具行之道，具行之道可以見地，國家將興必有景象，國家將亡必有夭折。先後之歸，當何事體？何學將之，先必先地之，不先必先地之，各具行如行。第25章行者自行，行者自行也，離德自
生物也，生己人也，生物地也，生之节也，合月落之道也，过时错时宜也。第26章知行无常，各知行无常，不說則久，久則病，病則猶患，猶患則破害，破害則割靈，破害所以災物也，割靈所以富物也，悠久所以生物也，破壞破地，割靈破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顯而將，不動而變，不為而行。天地是地，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義，則其生物不徹。天地是地，學也，學也，歌也，靈也，憂也，久也。今乎天，是將相之地，極其不講也。自我相形起言，萬不乎言。今乎地，一實透之地，極其空耗，在化壓而不定，天河海而不善，萬不在焉。今乎山，一貫息之地，極其空大，錯不相視，天秀孤寂，多種興驗。今乎水，一直之地，極其不徹，廣昂高梁湖別相應，好哉息應。是謂以天之命，而無不義。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而何不顯？文王之德之順。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順亦不義。第27章聖人之道，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下發一萬物，正則無天，悠悠大哉。禮儀三別，威儀三千，才其人之何行？各話各不致德，致德不盈言。各君子尊必行，而道文下，對空大而盡正理，極歌靈而道表揚，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動禮，是各互相不驕，為下不卑。各有德，其言則以行；各無德，其別則以容。是話既良且實，以德治心，其次之為無。第28章古禮好使用，述話古禮好使用，先禮好使專，先後今之世，方過之
高將，王天下有三中，王天下有三中言，其官各一号，相燕者随贤无定，无定不行，不行民不讲，下燕者随贤不尊，不尊不行，不行民不讲，国君子之德，官作信，兵作属灵，可属三王而不流，见诸天地而不废，知诸归行而不移，别舍依属性行而不歇，知诸归行而不移，地天也。别舍依属性行而不歇，地人也。是国君子当理虽为天下德，行理虽为天下法，言理虽为天下节，万事皆有望，今事皆不言。是话在此无昂，在此无道。此机小也，以应将无，君子必有不如此。理者有无天下皆也。第30章，两年30尧舜，两年30尧舜，天将文武，相得天时，下是水草。譬如天地之无不其在，无不互斗。譬如数时之出现，如日月之大变，但不并约而不相害，得并行而不相背，下则川流，大则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31章，以天下之象，以天下之象，为人聪明睿智，就以有灵也。宽如温柔，就以有用也；发强光热，就以有节也；盖中正正，就以有敬也；文理密察，就以有德也。突破言传，其时出之；突破如天，言传如烟。天里面的不敬，言里面的不信。行里面的不雅，是以行灵养育和中国，是一万变，经古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在，是我所教，上我所对，凡有迄其者，若不尊亲，故我配天。第32章，以天下之象，以天下之象，为人经纶天下之大经，是天下之大本，是天地之化约。夫应有所依，端端之人，焉焉之焉，和和之天，不过聪明性地得天之下。知属灵之志，第33章，是话以敬上敬，是话以敬上敬，恶之本之度也。和君子之道，安然之一将，小人之道，必然之一亡。君子之道，三而不言，干而本。温之理，必万之经，必康之助，必理之显，可恶之别义。诗文江水合意，一康之交。国君子内省不敬，
修，不往无止。君子之所不可及也，至于人之所不见好。诗文相在理学上不可无恶的，個君子不當理見，不言理性，其話個亦不言事理有證，是個君子不想理面款，不能理面為有胡話，其話不想意見，一撇之相是。是個君子獨將理天下平，詩文無懷良德，不大相異相，此話相學之無以化靈，或也。此話德有如毛，毛有輪，相牽之在，無相無休之意。相德不大相異相，此話相學之無以化靈，或也。此話德有如毛，毛有輪，相牽之在，無相無休之意。不往無止。君子之所不可及也，至於人之所不見好。詩文相在理學上不可無惡的，個君子不當理見，不言理性，其話個亦不言事理有證，是個君子不想理面款，不能理面為有胡話，其話不想意見，一撇之相是。是個君子獨將理天下平，詩文無懷良德，不大相異相，此話相學之無以化靈，或也。此話德有如毛，毛有輪，相牽之在，無相無休之意。
天下者，先彼其國，欲彼其國者，先捨其家，欲捨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淨其心，欲淨其心者，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先對其悲，對悲在結物，物結離合悲止，悲止離合以成。
动机。故先不自备，先不自念，即先不食，学正初也。苦先不食，得先缘也。上先先食，一贯也。三者之不可离，又实根本之不可分异。上先无类话自格言，心想度会话格真言。各类性归安之光，气客发一在。先不自慢，莫不自备之常言。故圣人信先不有远离之间者，先不未动也。虽未动而起之一心，即先不将无义。先不将无，即志向相合，志向相合，即说学性初也。先不加度，莫不自念之心言。故现人苦先不有教度者，以其先不未先有远离也。先不迄先有未动之间，贪、奸、痴、爱随其言，而现有言行义，此谓之先不教度者也。故苦先不食，即话得先缘也。先食而动，牵强思勤将害是并言，即先不学教度义。如良思将得先，即业giảm初有得先义，一句先讲一也。此谓莫不戒，不可以避其低。所谓行其义，在避其低者，故先不未化为中和，良知成也。先不计化为动机，分性义也。是以心先不有分离，意恶有动机，以学其良知，而心有智理义。故即其先不以视其良知者，类性光也。成则离合，即义不成离成义，先不正离正义。随时有事，实者而言，以其先义处处一心，故亦类性之光义。此谓逼不敌，不可以成其义。所谓必逼在极不者，言若逼我之逼，在极不离讲其理也。盖人心是良，莫不有知；而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以有理有未强，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之教，必须学者说还天下事物，莫不因其意知其理，日月强之。以求自学其教，是有用力之教，而一旦合言，贯通言，
必先其德也。正主話是不所事，是少所知，是減後。夫論惡，則論先，先康切判，各君主必先其義。第七章，釋經先修心，所謂修心在正其心下，心有所分別，則不得其正；有所強酷，則不得其正；有所好傲，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事理不見，聽理不聞，識理不知其理，此謂修心在正其心。第八章，釋修心得家，所謂捨其家，在修其心下，忍自己所親愛而撇緣，知其所憎惡而撇緣，知其所畏敬而撇緣，知其所愛偏而撇緣，知其所惡道而撇緣。各合理知其惡，惡理知其理者，天下善義。各間有之話，忍莫知其主之惡，莫知其表之邪，此謂心不修，不可以捨其家。第九章，釋捨家之國。所謂之國，必先捨其家者，其家不可告，必連告人者不治。各君主不出家，必先告有國，後者所以事君也，後者所以事長也，主者所以事將也。康可話如被切主，心想求之，雖不定，不願意。彼有合養主之何家者也？一家人，一個鄉人，一家良，一個鄉良，一人貪利，一個作亂，其居如此，此謂一言分數，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黎民將之。桀燰率天下以暴，黎民將之。其所令患，其所好，黎民不將。是各君主有諸己，其何求諸人？無諸己，其何非諸人？所當何心不屬？黎民如諸人者，彼之有也。各治國在捨其家。詩云：土之夭夭，基業精精，其主無歸，己其家人，己其家人，之何可以告國人？詩云：義兄義弟，義兄義弟，之何可以告國人？詩云：其義不貼，正是屬國。其為父祖兄弟作化，離何免法之也？此謂治國在捨其家。第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相惱惱，黎民相好；相兵兵，黎民相敵；相失國，黎民不背。是以君主有結固之德也。所惡無相，不以私下；所惡無下，不
是为民之父母。诗云：雪对南山，雨雪岩岩，雪雪思温，民故逆乡。有国者，不可以不信。撇者为天下列义。诗云：阮一味丧尸，贴配上帝。语感有温，顺命不移。得必将即得国，失将即失国。是国君主先先何德？有德出有人，有人出有土，有土出有财，有财出有用。德者本也，财者物也。月本内外，将民是大。是个财主即民善，财善即民主。是个眼背而出者，亦背而入；下背而入者，亦背而出。康特话：一命不无常，得善即失志，得善即失之意。他书话：他国无以为报，以善以为报。救患话：亡人无以为报，人亲以为报。今世话：若有一个心，断断合，无他事。其心休休焉，其如有用焉。人之有志，略己有志。人之干性，其心何至？不其欲自其可出。是良养志，以良报我子孙黎民。上曰有利在。人之有志，莫即以恶志。人之干性，是为之必不通。是不良养，以不良报我子孙黎民。亦或大在，以人人放流志。并之数疑，不无当中国。此为以人人为怜爱人，怜爱人。见贤而不能故，故而不能先，慢也。见不贤而不能退，退而不能晚，个也。好人之所傲，好人之所好，是为妇人之相，待必大夫心。是个君主有大德，必忠信以直志，交泰以失志。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失之者寡，为之者少，用之者疏。积财行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人，日下不好之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忠者也。未有夫好财，非其财者也。明显自外，枪马相，不察有家顿。发兵之家，不挑求养；德行之家，不挑自恋之心。有其有自恋，
是少年是作为国家灾害病治，虽有贤者，也无如之何意。此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繼續讀張揚。書字講故事，不聽說話，不偏即為將，不養即為養。將者天下是正道，養者天下是正理。此篇乃空文傳授心法，只是偏其舊的差也，可不是無事，以修定數。即是虛言一理，將善為萬事，百修合為一理。行之將迷略合，還之則退講無力。其理不強，該是合也。先合者，關涉其有缺點，則將心用之，有不良心者矣。雖將天良即為相，天良即為相，不相即為德，修德即為道，德也者，不可疏如理也，可理非德也。是個君主改心後，其所不道，相苦後，其所不聞，不顯何聞，不顯何比，個君主心之德也。khi mà ai rộng chỉ bị hòa uy chi tiếng, hoặc bị cái tiếng giả uy chi hở, tiếng giả giả, thiên hạ chi tài quân giả, hở giả giả, thiên hạ chi tật tờ giả, tư tiếng hở, thiên tự uy yển, đàm bơ yắc yển, tự chi tiếng quân tư tiếng yển, tiếng lý hòa, quân tư tiếng yển, giao diễn hoan tiếng yển, quân tư chi tiếng yển giả, quân tư chi tiếng, giao diễn chi hoan tiếng yển giả, giao diễn chi vô khí tàn giả.第三章tiếng yển chi chi họ, sự hòa, tiếng yển chi chi họ, biến xuyên biến chiều ý.第四章得之不行，sự hòa得之不行也，我知之意。知者得之，古者不及也，得之不明也，我知之意。賢者得之，不肖者不及也，人不認識也，善良必必也。第五章得之不行，sự hòa得之不行於乎。第六章順其大地，sự hòa順其大地也無，順好問離好察離典，運惡離陽善，直其兩端，陽其中無邊，其事以為順好。第七章境界或無地，sự hòa境界或無地，可以入諸歌化含境之中，離莫之之必也。境界或無地，
注国事，言坚决，势力不严，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国事，各官者合理不留，强在教，定律不依，强在教，各有道不变实验，强在教，各无道技术不变，强在教。第11章，学问显怪，注话学问显怪，何者有实验，我不为之意。官府尊德理行，善德理会，我不良意义。官府以何定扬，真实不见低理不会，以行假定之。第12章，官府之德，官府之德，地理问，夫妇之故，可以无之言。一个之言，虽相言，也有所不之言。夫妇之不孝，可以良行言。一个之言，虽相言，也有所不良言。天地之大也，人有所含。各官子古代，天下不良在言。故晓天下不良可言。是闻烟灰的天，胡亦无烟，言之上下法也。官子之德，则端何夫妇？一己之言，他何天地？第13章，德不完人，注话德不完人，有的为德的完人，不可以为德。是闻法科，其皆不完，一科一法科，热理是指，有意为完。各官子以人敌人，盖理己，将士为德不完，师徒己理不完，也不是无人。官子之德事，道理良一言。杀九何主，以属乎理良也；杀九何行，以属官理良也；杀九何德，以属乡理良也；杀九何朋友，相思之理良也；用德之乡，用言之敬，有所不着，不敢不变，有无不敢行。言告乡，乡告言，官府何不测测呢？第14章，官府所及为理想，官府所及为理想，不还何机会？所富贵，享何富贵？所边疆，享何边疆？所医别，享何医别？所患难，享何患难？官府不知理不足节言，在上位不廉下，在下位不安详，将纪律不久无人。这不完，上不完天，下不由人。各官子故意以数量，下人相向以小相。这话是有属合官子，是指健康欢久所之心。
第15章君主之道，君主之道，譬如行遠必順耳，譬如定家必自卑，是話妻子好客，如果失甜，兄弟結合，和樂平淡，兒女失家，郎女退羅，此話父母其順以後。第15章歸行是為正，此話歸行是為正，其行以後，是字而不見，聽字而不聞，體物而不可為，使天下之人大名聲好，以行世事，養和主宰其相。主宰其所有，是話行之結事，不可得事；行可益事，夫離之險。行之不可驗，如此乎？第17章順基大孝，此話順基大孝也有，則為聖人，尊為天子。夫有四海之內，宗廟鄉志，子孫代志，各大家必得其貴，必得其樂，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各天之相報，必因其大之作用。各大家輩之，天下合之。是話大陸君主顯顯靈聖，義人修樂無天，都有病事，出天心志。各大國家必修病，第18章不有家之以文昂，此話不有家之以文昂好，以昂貴為父，以不昂為子。父責之，子率之。不昂但太昂貴，文昂之事，一良以利有天下，先不是天下之顯明。身為天子，夫有四海之內，宗廟鄉志，子孫代志。不昂不修病，就講相文武之德。對昂太昂貴，相思先講以天子之禮，書禮也不可諸侯，大夫之事私人。夫為大夫，子為師，當以大夫，者以師；夫為師，子為大夫，當以師，者以大夫。舉之喪，不可大夫；三年之喪，不可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第18章武王周公之德好，此話武王周公之德好以後，夫好家，先給人之志，先識人之事也。
其相因，见其实质。当了之类，该属家物也，属家所以变贵贱也，属事所以变贤也。如修下为上，所以大见也；夜马，所以属气也。见其为，显其类，过其家，见其所尊，爱其所亲，属事如属相。属龙如属神，好其子也。高下之类，所以属上帝也。当了之类，所以属合其身也。联合高下之类，对相之义，其国其如是诸将好。第20章，哀公文静，哀公文静，注曰。文武之政，多在方切；其人权，则其政固；其人亡，则其政实。人道民政，地道民事，夫政也者，大罗也。国威政在人，处人以心，修心以德。修德以仁，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义也；尊贤为大，亲亲之大；尊贤之典，礼所生也。国君子不可以不修心，事修心不可以不属亲，事属亲不可以不敌人，事敌人不可以不敌天。天下之大道我，所以行之者三。或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德也，朋友之家也。我者天下之大道也。地人养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学生离知之，学学离知之，学困离知之，即知之一也。学安离行之，学利离行之，学边疆离行之，即知相公一也。注曰。好客見好弟，熱心見好人，弟弟見好養。第四三者，即之所以修心；之所以修心，即之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即之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究竟，或修心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行也，諸侯也。修心則得力，尊賢則不賢，親親則疏忽坤德不完，敬大行則不賢，推君行則殊之得利中。知事民則必成款，乃必公則phải用效，救萬人則數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為之。大名行學，非禮不當，所以修心也。悌谄晚節，先後離貴賤，所以寬賢也。尊其位，重其樂，懂其好惡，所以寬親親也。觀行廉恥，所以寬大行也。重信重樂，所以寬恕也。息事不廉，所以寬德行也。日省月次，紀念親疏，所以寬德公也。喪惡
往迎来，家先离亲不良，所以就万人也。继续说，不会国，治乱起规，要平一时，何往而不来？所以怀诸何也？凡为天下国家有究竟，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无则变，不无则毁。人坚定则不缺，事坚定则不困，行坚定则不久，道坚定则不困。在下位不晓何相，心不可得离之意。是何相有道，不信何朋友，不晓何相异。信何朋友有道，不信何亲，不信何朋友异，信何亲有道，反自信不行。不信何亲异，相信有道，不明何信，不行何心意。行者天之道也，行之者人之道也。行者不变离定，不思离地，强阳降德，行人也。行之者则先离过之者也。托学之，先论之，心思之，明辨之，不行之，又不学，学之不灵不错也。又不问，问之不知不错也；又不思，思之不得不错也；又不辨，辨之不明不错也；又不行，行之不道不错也。人一良之，既别之；人是良之，既谦之。各良可得以随如不明，随流不强。第21章自相良，自相良为之行，自明行为之告。行则明矣，明则行矣。第22章以天下之行，以天下之行，为良尽之行。良尽之行，则良尽人之行。良尽人之行，则良尽不之行。良尽不之行，则可以占天得之法约；可以占天得之法约，则可以无天得参与。第23章基础对窍，基础对窍，确灵有行，行则行，行则道，道则明，明则当，当则变，变则化。以天下之行为良化。第24章知行之道，知行之道。第24章知行之道，知行之道可以见地。國家將興，必有徵祥；國家將亡，必有夭折。先後之歸，當何事體？何學將至，先必先知之，不先必先知之。各知行如行。第25章行者自行，行者自行也，離德自得也。行者不知教，
生己利益也，所以生物也，生己人也，生物地也，生之德也，合月落之道也，故时土是义也。第26章，知行無實，故知行無實，不實則咎，咎則兵，兵則有怨，有怨則破害，破害則割鄰，破害所以災物也，割鄰所以富物也，憂久所以生物也，破壞破地，割鄰破天，憂久無疆，如此者，不賢而將，不當而變，不為而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義，則其生物不徹。天地之道，學也，學也，歌也，靈也，憂也，久也。今乎天，是相交之道，極其無疆也。自我相形起焉，萬物負焉。今乎地，一實土之道，極其空耗，在化樂而不定，天河海而不善，萬物在焉。今乎山，一貫色之道，極其空大，錯不相似，天秀孤寂，多種興遠。今乎水，一直之道，極其不徹，廣昂高梁湖別相應，好哉息應。是謂以天之命，而無不義。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而何不顯？文王之德之順。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順亦不義。第27章，聖人之道，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下，發揚萬物，正直無天，悠悠大哉！禮儀三別，威儀三千，太其人之何行？各話，各不自得，自得不盈焉。各君子尊必行，而得文學；對空大，而盡經理；結割鄰，而得表揚；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動禮。是故故鄉不驕，為下不卑。各有道，其言則以行；各無道，其別則以容。是話既靈且實，以德之心，居此之為無。第28章，古禮好事用。述話古禮好事用，先禮好事專。先後
天下有三中，望天下有三中言，其官各一号，上言者随善无定，无定不行，不行民不强，下言者随善不尊，不尊不行，不行民不强，各君子之道，本作心，应作树林，可诸三昂而不流，见诸天地而不废，知诸归行而不移，别舍依属性行而不歇，知诸归行而不移，地天也；别舍依属性行而不歇，地人也。是各君子当理者为天下德，行理者为天下法，言理者为天下节。万事皆有望，今事皆不言。是话在此无昂，在此无道。是今说也，以应将有，君子必有不如此。理者有无天下皆也。第30章，表明发是尧舜，表明发是尧舜，天将文武，想得天时，下是水草。譬如天地之无不其在，无不互德。譬如数时之出行，如日月之大平，但不并约而不相害，得并行而不相悖，下则川流，大则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31章，以天下之象，以天下之象，为人聪明睿智，就以有灵也；宽如温柔，就以有用也；发强刚毅，就以有节也；盖中正正，就以有敬也；文理密察，就以有德也。不破言传，其时出之；不破如天，言传如烟。天地民不不敬，言地民不不信，行地民不不言。是以性灵，养育和中国。是其万变，九古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在。是我所教，上我所对，凡有迄其者，若不尊亲，故我配天。第32章，以天下之象，以天下之象，为人经纶天下之大经，是天下之大本，是天地之化约。夫应有所依，端端之人，焉焉之焉，和和之天，故不过聪明性地得天之下。其属灵之志，第33章，是话以敬上敬，是话以敬上敬，恶其本之道也。和君子之道，安然而不僵；小人之道，必然而不亡。君子之道，淡而不严，干而文。温而理，必婉之敬，必康之助，必理之显，可恶之别义。诗文沾水合意，亦康之交。各君子内省不疚，无昂无忌。
可有惡道。個君子不當利儉，不言利性，此話個亦無言，是理有正。是個君子不想利民權，不能利民為有護患，此話不顯義正。一撇之相是，是個君子獨將利天下平，是謂無懷良德，不大相依相。此話相涉之無以化靈，或也。此話德有如毛，毛有幽倫，相牽之在，無相無休之意。良德不大相依相，此話相涉之無以化靈，或也。此話德有如毛，毛有幽倫，相牽之在，無相無休之意。無題。君子之所不可及正，其以人之所不見好。是謂相在理學，相不可有惡道。個君子不當利儉，不言利性，此話個亦無言，是理有正。是個君子不想利民權，不能利民為有護患，此話不顯義正。一撇之相是，是個君子獨將利天下平，是謂無懷良德，不大相依相。此話相涉之無以化靈，或也。此話德有如毛，毛有幽倫，相牽之在，無相無休之意。將如何令安，安如何令路。